有一位青龙，一年前登去到故乡北港，用家己平面设计专长，替家己的农产品建立品牌，拍开更较侪通路。建立品牌嘛，然后在网络上面做曝光，然后拍照，就是把田间的东西记录出来，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得到。 因为伊长期伫外口做头路，毋过心内一直想要推销家己厝内农产品，所以回来故乡了后，除了行销，伊嘛要学习更较侪无毒的防治。伊用的就是生物防治法来减少病虫害。有自己开始养一些真菌类，就是对抗病虫啊、病害之类的。你养一些菌种其实是比较麻烦繁琐的。 无道农业结合网络行销，伊嘛会继续推销家己厝内农产品，透过销售平台，互更侪人食到云林农产的好滋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